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聖德就是說實行第一條，也是最大的誡命，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。熱愛天主有許多表現的方式，但是都只是在實行主耶穌的話，要全心、全靈、全意和全力愛天主。至於愛別人，愛人如己，這句話有舊約的啟示已夠了。可是，在天主聖子降生成人，為我們死於十字架上之後，這句話就不夠了。其時已能約略領悟聖體的奧蹟和聖愛的聖神，是一項生活之主的恩物。因着這位被深愛着的聖子耶穌的祈禱和犧牲而賜給了我們。如果將聖德視作一個吸引人的崇高理想，意圖憑着我們自己的力量，只靠我們人性的努力，以求修成聖德，它就成為一個幻夢，且是一個虛想。但是，如果我們把聖德看作是我們的救主，將他自己賜給我們的一項禮物，以及將我們自己奉獻給我們的救主，那麼聖德就成為一種簡單的愛的生活。我們為光榮天父而生活在基督內，這樣聖德就是友誼的愛。我稱你們為朋友，這是多麼親密，太奇妙了。天主召叫我們是為成聖，要像那召叫你們的聖者一樣，在一切生活上是聖的，因為經上記載，你們應是聖的，因為我是聖的。ô上主，使我了解他死亡的奧蹟。ô天父，讓我以純潔及熱愛的心，偕同童貞和痛苦的聖母，奉獻被宰殺羔羊的血肉。上主，天主，天上的父，求你看耶穌基督的聖容，垂憐我及其他的罪人們，你的愛子，我們的主，為我們而甘願屈尊就卑，為我們的得救和安慰，願意在聖事的祭壇上與我們在一起。天主，我有勇氣為你殉道嗎？我的汗顏的說，沒有，因為我面對誘惑時，仍然經常跌倒，需要為你作證時，依然膽怯畏懼。主，求你教我愛你，教我為了你而能死於自我，在生活中做個切實愛你的殉道者。亞孟。真福雷永明，你充滿聖神，你深愛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和他無點的母親，你把救恩的福音帶到遠東地區。願主耶穌因你的轉求，恩賜我們謙遜與純潔的信德，使我們熱切渴求得到天主聖言的滋養，並且能放開心懷，在生命的每一刻接受聖言的引導。我們也願以言以行，勇敢地為聖言作見證，好能永遠得享主向那些聽了他的話並實行的人所許諾的祝福。阿們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。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救我們免於兇惡。阿們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
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，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。阿們。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真福雷永明，請為我們祈禱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。阿們。